视讯的弟兄姐妹，大家晚安，平安。平安。耶和华是我们值得，我们也应该称颂的，因为他是一个行神迹的神。我们就用这首歌来赞美他，请大家起立。你是行神迹的神，绝望中赐下盼望，瞎眼看见，疾病都医治，在你没有不可能的事。你是行神迹的神，绝望中赐下盼望，在你没有转动的婴儿，每个应许都是赞美。我要欢呼，一遍一遍不停来欢呼，直到耶利哥的城墙一片片倒塌。所以我要相信，一遍一遍不停来宣告，直到每个大难平息都完全成就。神迹的神，绝望中赐下盼望，瞎眼看见，疾病都医治，在你没有不可能的事。你是行神迹的神，绝望中赐下盼望，在你没有转动的影子，每个应许都是在阿门。所以我要欢呼，一遍一遍不停来欢呼，直到耶利哥的城墙一片片倒塌。所以我要相信，一遍一遍不停来宣告，直到每个大能惊喜都完全成就。所以我要欢呼，一遍一遍不停来欢呼，直到耶利哥的城墙一片片倒塌。所以我要相信，一遍一遍不停来宣告，直到每个大能应许都完全成就。所以我要欢呼，一遍一遍不停来欢呼，直到耶利哥的城墙一片片倒塌。所以我要相信，一遍一遍不停来宣告，直到每个大能应许都完全成就。我们将掌声归给我们的上帝。弟兄姐妹请坐。是的，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每一天都是美好，每一天都是让我们喜乐。阿们。这是耶和华所定日子，神的儿女当欢呼喜乐。耶和华已战胜仇敌，战胜仇敌，全地大声欢呼。这是耶和华所定日子，神的儿女当欢呼喜乐。耶和华已战胜仇敌，战胜仇敌，全地大声欢呼。耶和华是我力量，我心中一切的盼望。耶和华是我的诗歌，又是我的拯救。神子民行走全地，把好消息宣告你的名。高举的神的指引旗，
我们称谢你，你是我神。这是耶和华所定日子，神的儿女当欢呼喜乐。耶和华的战胜仇敌，战胜仇敌，全地大声欢呼。这是耶和华所定日子，神的儿女当欢呼喜乐。耶和华已战胜仇敌，战胜仇敌，全地大声欢呼。耶和华是我力量，我心中一切的盼望。耶和华是我的诗歌，又是我的拯救。神子领行走全地，把消息宣告你的，高举的神的旌旗，我们称谢你，你是我神。耶和华是我力量，我心中一切的盼望。耶和华是我的诗歌，又是我的拯救。神子领行走全地，把消息宣告你的，高举的神的旌旗，我们称谢你，你是我神。字幕 bridge 这首没有 bridge。接近我，吸引我。我们从副歌开始啊，副歌，第二首的副歌。上了。第二首没有 bridge。哦 ，sorry。第三首是。好，第三首，爱中相遇。我袂记。每一天渴望与你在爱中相遇，再一次将自己完全地献给你。唯有你是我的喜乐和力量，我甘愿舍弃一切跟随你。每一天渴望与你在爱中相遇，再一次降服在你大能荣耀里。唯有你是我的良人和恩友，我愿意一生敬拜荣耀你，将我全人献上当作火祭，以清洁的心单单侍奉你。愿你旨意成全在我的生命里，求生命珍惜掌管我一生。每一天渴望与你在爱中相遇，再一次将自己完全地献给你。唯有你是我的喜乐和力量，我甘愿舍弃一切跟随你。每一天
天渴望与你在爱中相遇，再一次降服在你大能荣耀里。唯有你是我的良人和恩友，我愿意一生敬拜荣耀你，将我全人献上当作火炬，以清洁的心单单侍奉你。愿你旨意成全在我的生命里，就是你更新掌管我一生，接近我，吸引我，快跑跟随你，在爱中遇见你。我吸引我，快跑跟随你，荣耀中敬拜你，我全人献上当作火炬，以清洁的心单单侍奉你，愿你旨意成全在我的生命里，就是你更新掌管我一生，将我全人献上当作火炬，以清洁的心单单侍奉你，愿你旨意成全在我的生命里，就是你更新掌管我一生。每一天渴望与你在爱中相遇，再一次将自己完全地献给你。唯有你是我的喜乐和力量，我甘愿舍弃一切跟随你。主，谢谢你，因为你的爱使我们能够与你相遇。主，我们也深信，无论是生，无论是死，无论是天使，是掌权，是有能，是现在，是将来的事，或者是这一些的疫情，这一些的病毒，都不能叫我们与主的爱隔绝。虽然有时候我们会软弱，有时候我们会懒惰，有时候我们会忧心丧志，但是主圣灵，你依然常常在护卫着我们，劝诫我们，提醒我们，好叫我们随时来亲近你。愿我们宣告你是我们的力量，你是我们的帮助，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谢谢主，你借着历世历代的救恩历史，让我们看见你是一位成就应验你所应许的主。在每一个世代，包括在我们这个世代，在我们个人的生命当中，你都有你的实，你都有你的美意。不管我们遇到什么样的困境，你依然用你的慈神爱手来引导我们，你依然用你的恩惠成为盾牌，四面保护看顾我们。谢谢主，让我们将一切荣耀归给你，也将见证来分享，彼此来激励。特别是透过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看见你是那掌管天地万有的主。
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当中，我们可以深信，我们可以来寻求，我们可以来经历。谢谢主，今天晚上的敬拜，愿你来悦纳。向我们彰显你的话语，使我们的心能够明白你的真理，就必叫我们得着自由。谢谢主，垂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阿们。各位好，咱要做伙来看一段圣经，再看一段的经文。最近我们在看以斯拉记哦，那我要跟大家来分享以斯拉记的第1章1到7节，然后第7章第1节、第12到17节。后来咱做伙来读用华语一起来读来。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在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愿神与这人同在。凡剩下的人，无论寄居何处，那地的人要用金银财物牲畜帮助他。另外也要为耶路撒冷神的殿甘心献上礼物。于是犹大和便雅悯的族长、祭司、利未人，就是一切被神激动他心的人，都起来要上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华的殿。他们四围的人就拿银器、金子、财物、牲畜、珍宝帮助他们，另外还有甘心献的。古列王也将耶和华殿的器皿拿出来，这器皿是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掠来，放在自己神之庙中的。这次以后，波斯王亚达薛西年间，有个以斯拉，他是西莱亚的儿子，西莱亚是亚撒利亚的儿子，亚撒利亚是希勒家的儿子。诸王之王亚达薛西，达于律师以斯拉，通达天上神律法大德的文士云语。住在我国中的以色列人、祭司、利未人，凡甘心上耶路撒冷去的，我降旨准他们与你同去。王与7个谋士既然差你去，照你手中神的律法书，查问犹大和耶路撒冷的景况，又带金银，就是王和谋士甘心献给住耶路撒冷以色列神的，并带你在巴比伦全省所得的金银和百姓、祭司，乐意献给耶和华人他们神殿的礼物。所以你当用这金银急速买公牛、公绵羊、绵羊羔和同献的素祭、奠祭之物，献在耶路撒冷你们神殿的坛上。我们看到这段的经文，让我们想到说，在整个困境在困境的中间被抓、被掳到巴比伦哦。那这些人，我们看到在南国的犹大在他们亡国亡于哪一个国家？巴比伦北国以色列亡于亚述，在主前的722年左右那南国犹大就亡于巴比伦，在586左右。好，那
大概那时候被抓到这个巴比伦带开，拢是啥物款的大部分就是效忠在大卫王朝的这些的犹大还有便雅悯那这些人，我们看到从塞鲁士或者是叫古列我们看到这个礼拜牧师讲到大概上帝透过2个先知在预言说后来古列王有会让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去建造圣殿。第一个是谁啊？先知以赛亚，大概多久啊？大概200年左右，200年的左右，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详细算，但是距离以赛亚在发预言的时候，大概200年左右。那后来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说，透过谁口中所传达的预言，耶利米。那耶利米就预言说，几年之后，70年满，他们要回到耶路撒冷去建造圣殿一个没有信主的他竟然可以从他的口中说，天上的神，这位耶和华上帝吩咐我，他不是很有权力、很有权柄吗？在当时的世界，伊是掌管那个世界敢不是？伊不是说有作用那我们看到神的激动是人挡不住的上帝若要感动什么人，要激动什么人他只要降服。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古列王，或者是所谓的塞流士，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神的激动，这样他就马上的下诏，让那个圣旨能够通达到全国的犹大人，这个是犹太人。但是我们知道透过一个王有权柄的上帝，透过一个权柄，然后施行这样的一个命令下来是比较有效的。但是我们看到不是全部的人都回归，大概40几万以上的这一些被掳到巴比伦第一批牧师在讲到有提到多少人？大概4万5到5万之间5万人左右为什么一个王能够让这个掌管天地万物的神去激动他也能够臣服，也能够调动这一些的资源，让他的百姓来享用。让我们来看到这位神对你来讲是谁？对塞鲁士或者古列王来讲是谁？为什么他会遵照上帝的命令？必定有圣灵的感动，让他认识到这位神我是什么样的。就好像他在启示我是自由拥有，像摩西启示我是那个自由拥有的他向你启示是怎么样的神？是医治的神吗？是供应你足够的吗？给你教养，给你有平安呢？给你不惊吓吗？所以每一个人感受都不一样。所以今天我们要回应什么？上帝的恩典如果在我们生命当中彰显他的奇妙的作为，我们要口称颂他的圣名，他的怎么样在我们身上所成就一切的这一些的奇妙的事我想第一个，神激动王的心，让他能够统领全国所有的这些犹太人，恁老的，恁就要为着这要去的人捐献奉献。所以第一个他激动王，第二个他激动民心所以犹大还有便雅悯支派，他们的首领、他们的祭司、他们的官长就率先来回应所以他知道人在这样的回应的当中，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回应。为什么？如果我们去看以斯帖记
这相关的这些人，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已经用2个巴比伦的时，他们怎样，在那边已经成家立业了，已经可能有下一代了哦。可能过去年长者哦，那他们还记得他们的祖先或者他们的上一代告诉他们有关他们的故土，但是这些新一代人对他们来讲，他们已经不知道故乡是怎样，所谓的故乡啊。好，所以根据这个历史学家他们在讲约瑟夫或者其他的历史学家来讲，就是说他们在那边已经有他们自己的安居乐业，然后他们的事业，现在要他们抛弃单位，然后回去唔知赢啊，唔知变然后回去到那边到底还有什么人都不晓得，前途是福是祸都唔知啊。但是神激动这些人的心，他们愿意回应，不管怎样，因为有神的圣灵的感动，所以他们愿意去回应。他们有一个心相信说，神必定为我们预备。所以我们看到我刚好在10月又开始轮到我，然后又开始回到以斯拉记第1章。我在准备4节，然后5到8节，然后准备第3天的9、10、11节，要怎么讲了但是圣灵就感动我，那个塞鲁士王他归还圣殿的器具，对不对？圣殿的器皿，如果我们回去再看我们现在就是看完之后要回头来细细的读，你就会读到说，哇，这位上帝第一批5万多人，然后他们愿意回应，然后大概跨越了多久？到第7章，我们看到亚达薛西王，达西西王这样大概多久？大概多久知道吗？我大概刚才稍微扣一下那按那春秋者大概60、70年。第60、70几年，安内中间然后第2批，然后以斯拉，然后呢，我们看到这个过程当中，所罗巴伯率领回去，第一些建殿的过程当中，有足顺遂有没有很顺利？没有呢，有反对的，有指控的，有污蔑的，无你是要反叛是吧？就是会有一些的拦阻，内外的压力。然后我们又看到亚达薛西王这一批以斯拉，我们又看到他们也面对的阻碍嘛，对不对？然后他们要去翻越前面的王，他有没有这个命令？就是说有人指控嘛。所以我们看到整个过程当中从所罗巴伯第一批，其实回去也有碰到一次的困境。以斯拉他要重建人的心灵对神的敬拜，也不容易。但是上帝依然调动万有，依然激动王的心，然后让他怎样能够让这些的没有去的，还有就是透过王室的这些官方的，然后提供了这些的资源，来为神的殿，来为以色列人、犹太人来效力所以我在读这些的过程当中，我就看到说，我们所认识的这位神是掌管超越万有的。今天的新闻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小小的美国前总统又在讲，就是说，可能第3次世界大战2个地方有可能，第一个是哪里？乌克兰，第2个台湾我想掌管万有的神，我们的前途都在他手中了。就好像我在预备的时候有一些的预言，然后我回想到1995年的时候，我们在场的应该都有经历过吧，对不对？
但是我们依然还是过来了。那些相信的人，那些真的确信的人，有的跑到贝里斯，然后又一塌糊涂的回来。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很清楚认识这位神，然后信靠他，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神的手依然护卫着我们，就好像他如何护卫着所罗巴伯，阿哥护卫着上以斯拉，到后面呢，尼希米的建造城墙，我们会一直下去。在这边看到整个建造，包括心灵的建造，对神的认识，我觉得很重要，就是透过以斯拉把上帝的真理，把上帝的话语，就再一次的提醒教导我们。所以我们回到上帝的话语，我们才不会被这世上的一些的预言或是什么吓得让我们六神无主即使是有那一天了，又怎样？我们还是有盼望的，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不管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各自经历了上帝丰富的恩典，即使在生病、困境、缺乏，我相信我们都经历过了，也经历过亲人的病痛，也经历过可能自己的病痛。我们回想过来，这位神如何从历史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他如何从以色列这一些的百姓，一直到我们现在，到我们过去到现在，我相信在未来，这位神永远不改变。天地万物都会改变，但是他的真理不变。所以我们认识他的真理，我们相信他的恩典是丰富的，是够我们用的。就好像一开始我用祷告，罗马书第8章，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让我们跟神的爱隔绝啦。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那我们就是话语根基扎稳，不管天地万物，或者是这些事上哪怕有一些妖言惑众，我们都能够站稳脚步愿神来帮助我们，能够让我们透过我们认识真理、传扬真理，然后让我们见证上帝恩典人会在看你生命、看你身上所彰显出来的你所做，人家都会看你是信耶稣的你所经历的真的，这位神是真的，这位神是医治的，这位神是供应的，这位神是平安的。人家就会不断的诉说从你身上所看见的，因为我们都能够成为他荣耀的见证。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谢谢你，因为你的恩典够用，特别是在我们面对世事变迁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过去的救恩历史一直到现在，我们还在写这样的救恩历史。你在我们个人生命当中写下超越人的想法、超越奇妙的这样的一个神迹奇事。谢谢主，让我们透过弟兄姐妹他们口中所见证的，能够把荣耀归给你，要把你的恩典赐在我们的当中。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牧师在座的中级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平安。咱线顶的兄弟姊妹嘛，大家平安真紧的时间，搁转来到着了阮第3区的今年的这个见证祷告会咱拢常在听一句讲，明仔载还是意外，对一件会成交，咱唔知。总是咱安怎，咱爱伫这个得时无得时的时。咱拢爱安怎来为主做见证？我感觉讲，真正咱的兄弟姊妹，咱爱亲像头拄牧师伫咱的当中甲咱讲的，当咱上帝若要感动啥物人，要激动啥物人的时，伊要叫你成做伊的器皿，咱唯有安怎完全的顺服，完全的降服。所以讲，伫今仔日，咱经过着3年，我倒叫咱的，毋知叫啥物人分享讲，咱经历3年的疫情
实在应该交婚是长老咧讲，应该是爱结束啊吼。啊，咱那个伫迄个所在安尼飘飘渺渺，安尼摇摇晃晃吼，所以互咱大家感觉心情浮动。毋过兄弟姊妹，咱是有愿望的人，咱若伫咱的生命当中，咱来挖过咱的上帝，我相信咱会当行甲更较顺利，行甲更较下伫上帝的心意。随望最近这个感染力特别高吼。足侪人，迄讲我听着讲剩偌对10几个，我讲到底什物情形？我话讲我嘛毋知吼。啊，所以讲咱无惊吓啦吼，咱无惊吓。毋过咱就是爱伫即个咱的生命当中，今仔甲咱正，互上帝竞选咱正做伊的儿女，咱就凭信心行上帝原意的道路。咱时刻行伫咱上帝，互咱的道路顶悬，咱来荣耀着主力。吼啊，咱今仔日第一个要见证的吼。实在是真奇妙，9月20日要结婚所有一个疫情来搅扰吼，互咱的迄个规个大事吼，终身大事吼来变动咱看伊来讲看卖咧吼，讲到底是啥物情形啦吼，来，咱请荣恩弟兄。好，大家平安。好，我是荣恩。好，本来时段伊约我来讲这个分享是见证是讲啊，就是结婚了后就来顶头来甲伊讲者，结果可能上帝我希望我较旺者，人拢讲娶某前生囝后嘛，对无？安尼就搁较前个吼，等就搁后壁来。所以我拜伊的时阵，迄发票开奖的时阵，我就着500箍，哦，安尼袂歹。伫今年的4月初的时阵，我会离开我的顶一份头路。我这份头路做了6年半的时间，伫迪卡侬。伫这段时间，我是感觉足欢喜的，要毋过就感觉讲，当找到更较好的，想要来往电商，还是讲来台北来发展。所以我就伫4月初的时阵，我就车我的年假车了10几工。本来想讲趁这10几工的时间，会当来找头路，还是来讲会当带阮爸妈去来环岛者，来去踅佚佗者。要么讲人讲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嘛。我的爸爸伫4月11的时阵，礼拜日下晡就人讲去家母店，就是点线安尼吼。阮母也就紧敲电话互我，因为迄时阵我甲我同学去看棒球，去看阮朋友拍棒球。我讲爸爸出代志啊，你紧转来，我就随塞车为南口就拍就直接飞转来。我到病院的时阵，伊手搁抓着伊迄个。白装的迄个栏杆，安尼地条条，地条条拢袂放的。伫迄个时阵，我就感觉讲我来要来面对，就是爸母的即个安尼性命的，就是代志，第一届要发生伫我安尼开始捌代志的人顶头啊。伊的意识是模糊的，无法度正常的回应。带伊了后，搁进一步的检查。医生就讲有肺炎的问题，毋是，阮就足紧张，敢是迄武汉肺炎？毋是，只是讲因为伊去家母店的时阵，可能有食水，有呛到，所以咧水就落到肺部去。因为有肺炎的关系，所以就爱伫交病房观察，所以就伫遐住了3、5天的时间。我甲阮妈、甲阮妹妹，阮就轮流照顾阮爸爸嘛。我因为伫病院就伫厝的附近尔，我就常常去看者，也是医生会讲即摆有啥物状况安怎。伫迄个时阵，我就是心内底有一个声就讲，你毋免惊，就相信就好啊。要么讲哪有可能无我要惊？就是我伫伊破病期间，我。伫厝诶，还是伫病院诶时阵，我就是继续诶拍我诶履历，继续我倒我诶石头。因为我真惊兄讲伊若处于，也是你即摆都继续带伊。我到时阵若无钱纳伊诶饭医药费是要安怎？过来，我过无半年就要结婚，迄时阵我毋知阮女朋友会确诊吼。我要安怎去调试我诶心情？我要安怎甲对方诶爸母讲？最后我感觉原来伫厝内人伫破病的中间，原来你啥物代志拢无法度做，你无法去替承担啥物，你今日就看伊伫病房内底安尼尔。马太福音甲阮讲，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是伫我伫陪伊住伫病房内底10几工，我逐工伫想的一段经文。原来只要相信，甲遮个代志。
交托互上帝，一切就感觉有共多，淡薄仔无共款啊。我伫北医的时阵，若陪伊，或若接受面试，我嘛伫遐住10几工。要毋过伫出医了的一礼拜，我就摕到2份offer， 就是两间公司讲要请我去。而且迄公司佫愿意互我到9月中才去报道，因为伊为4月底出院的时阵，佫我到2礼拜时间会当陪伴伊，互伊的状况，等伊状况较稳定，我才来去公司就好。我嘛最勇敢的，甲阮爸的状况，甲阮女朋友的爸爸妈妈讲，感谢主，伊佫还是愿意甲伊的查某囝嫁互我啦吼。对，愿意陪我来面对这未来的道路。所以讲，因为疫情的关系，就是安尼。就是规个婚礼的代志安尼延后，要毋过阮朋友即摆嘛是为确诊安尼康复起来啊。阮爸爸总共拄仔讲着，就是伊为意识模糊到会当家己行。伊自开始会甲衫当做裤来穿，到即摆已经会当家己洗身躯，佫家己换衫。伊毋知影即摆是日时也是暗暝，到即摆伊昨工起来就足欢喜，要足期待要去日照中心安尼。我知影这已经对阮来讲，伊是上大的进步啊！因为伊本身是臭鱼人的关系，所以讲伊脑部的刺激本来就比在座的大家拢少济，所以讲伊因为安尼脑部的退化，所以就是引发这样的癫痫，然后现在有一点轻度的失智，就是在最近已经有这个病例的那个确诊这样子。但是至少他现在每天还是有说有笑的陪在我们身边啦，就是我觉得这是神给予我们最美的祝福。这样，那特别要感谢就是迦南教会的牧者长老们，然后干事，然后关心的代祷。然后我觉得这也在证明的就是迦南教会建立这样牧养关怀的文化落实在每位弟兄姐妹的身上。然后最后感谢上帝，尽管在世上在生命中有这么多的试炼，也不要忘记就是把这些事情仰望交托在他的手中。谢谢大家。咱荣恩，咱大家作侪拢捌的啦吼。其实伊是伊头个敢若国小吼，主日都会是吼，我带到即马吼，即马已经要结婚成家立业啊吼，所以讲其实是一个真孝顺的囡仔吼，咱会当看起着。上帝伫伊个家庭内底，因爸爸的状况来操练着伊，也搁伫伊的婚姻的顶悬吼，伊搁一概来经历上帝的带领。我相信荣恩的信仰，要伫迦南教会成做一个真好的基石。成做伫教会后界一个精兵，吼，希望伊继续持续伫即个信仰的顶悬来领受上帝的带领，吼，搁刷下来，咱来请咱的永康执事。牧师，还有长老执事，还有在线上收看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好久一阵子没有上台来讲见证，或者上台这里，我真的有点紧张。我季美说你一定要上去，我说你讲了，可是我还是仍然上来了。但是我要讲的是，在这2、3年在这个疫情这个疫情的当中我真的是带来很多的困难，不管是在工作上还是教会，还好感谢主了，我们的这个硬体设备非常好，我们还有视讯可以看，真的感谢主。我要讲的是，在这个疫情的当中，尤其在这个2、3年，我们经历了有好几次确诊，而且是重症的，我们接触到了，尤其是在那个南澳碧后村封村的时候，封锁的时候，刚好我在那边，可是还好我没有进去。那时候刚好那个月份是我在海边，我跟季美在那边海边搭帐篷。那时候我很喜欢钓那个牛港我真的很喜欢钓那个牛港。当时还好，真的我没有进去。到晚上要结束要进去的时候，我想会去他三姐那边洗澡。我说算了，
我们不要进去。结果我们就直接回来哦。那次我们就是闪过躲过那个，要不然我卡在里面的话，我可能要卡在那边10几天，我又工作不知道要怎么办。真的，那次真的是非常的感谢主哈。尤其是在今年是比较，在4月9号的时候比较严重，就是我们参加他二哥的女儿的孩子孙子辈的了结婚的那一天。可是我们在参加那个餐厅之前，第一次确诊，那个餐厅就关门了，然后休息一段时间，然后第二次又确诊又封了。可是为什么他们的那个他那个孙子去看那个餐厅的时候没有打听到这个消息？哦，没有，他们完全不知道。我们是第三次哦，在那个第3次的当中，可能是他没有，因为我知道我们的亲人大部分都是我们的亲人嘛，大概50-60桌吧，大概是50-60桌吧那一次。我跟季美啊，我们坐的哈，还有世家，还有媳妇哈，就在我们旁边。结果重症的人坐在我这边，我这一桌，还有隔壁的那个，隔壁也有一桌重症的，这4桌都是重症哦，都是重症哦。结果不好意思。结果那个，我们去吃完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发觉到，真的那个时候吃完的时候，因为我们的那些亲戚啊，那些朋友哈，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确诊，重点就是连续2次，我们打听到了，他说连续2次前面都确诊。因为在我们的想法，可能是那个服务人员呐，可能他们有确诊，一直绕来绕去，这样送菜绕来绕去的时候，绕到我们隔壁桌，结果那个有几个都重症，尤其是那个他那个大姐的女婿，结果。那是真的是重症了，直接送到那个礁溪去了，被关起来了，不是关起来那个，在旅社休息，不，在旅社休息啊。所以我们那次宴会完毕哦，我们都还没有发现。第2天我又跑去南澳，那是4月份，正好是钓牛港的时间呢，我又跑去钓鱼，跑去钓鱼呢，跟我做同一桌的那个他的三姐的媳妇啊，她说，姨丈，我可以带我的孩子去那边看你钓鱼吗？这个真的是，我说好啊，你就过来。他来了以后，那季美就煮东西给他吃。他是重症哦，我们煮东西给他吃哦，真的神保守我们2个人，真的。我们做了好的事情，因为那些小孩子想要看海，那我们就说答应他你过来，因为我也是怕小孩子嘛，答应他过来。来了以后，我们就煮东西给他吃，吃一吃，但我们没有防备嘛，大家都我们都没有事，最近都没有事嘛，没有防备的心，结果我们吃一吃，吃完了。准备要回去了，大概他们就先走了，那我还继续钓，钓完没有钓到，真的没有钓到，又回来了。后来他们的亲戚就打电话来说，来宜兰，我们又到宜兰去那个他侄女那边，
他请我们去那边，因为本来我是礼拜六就要回去了，结果卡在礼拜天，又去钓鱼。他说礼拜天隔天还去他那宜兰去那边吃饭，结果我们去那边吃饭的时候，问题又来了，他坐他隔壁桌，那是真正的也是重症的。因为等一下我再讲他那后面的，我们一起在那边吃饭，去他家里吃哦，真的，还有一对夫妻，还有一个是怀孕的，那一对夫妻也是我们不宜兰哪一个长老教会的原住民啊，真的那是煮那么多的菜哦，煮了好多的菜，结果我们一起吃一吃又泡茶又喝，我看到茶我就很喜欢了，结果吃一吃，我们吃完了，我们回家的路，我们就准备要回去了。我们去，因为时间的关系，也不能上高速公路，我们又去另外一个朋友家里，去那个泡茶。结果这2天的时间呢，真的非常感谢主，我几乎都躲过了那个确诊的。在我们回去的时候，在礼拜一晚上晚上就回去了，他们就陆续打电话有没有确诊，问我们量一下，已经送到加护病房去了，那是大姐的那个亲家母，那是真的很严重哦。我们那两个还有4家。也这样绕来绕去去问好，结果真的，我们4个人都没有事，真的，我们这真的是感谢主了哈。所以我在这个里面，他们陆续确诊以后，我就跟季美讲，有2种东西我们要大量的喝。就是那个我们自己家里泡的那个柠檬醋，那个柠檬醋真的，有时候喝冰的，有时候喝温的，尤其是在晚上的时候，我会泡那个两壶的茶，我们2个人喝，我们每天晚上跟他喝茶，可是很痛苦的是。我隔天还要上班，晚上还要爬起来上厕所，所以在上班的品质就不好了，体力又不好，因为年纪也有了，也快要退休了，真的，上帝真的保守我，所以陆续他们确诊的时候，我们才发现说，我们4周围坐的人都是重症哦。有去加护病房的，还也有2个加护病房的，都是在我们旁边而已啊。4家也在那边绕来绕去，结果真的是我最担心的是他，因为他工作的关系，他有时候还要去学校教课，所以我比较担心他，真的是。所以在诗篇里面有在。诗篇里面91篇1到3节神是真的是保护我们呢。住在至高都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们的依靠。他必救你脱离我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真的非常感谢主把一切荣耀归给主。好，感谢上帝保守做永康因伫迄个南澳因足接等于因的亲戚朋友，拢伫遐所以讲因真接等于好，我刷落来，我来本来是讲阮的另外一个小组长要见证，去年来讲伊还未见证着，结果今年来讲会区长你先见证。叫我都来讲感谢上帝兄弟姊妹，咱教会人当然你知影我的状况如果若毋知的人其实你看到我呢，
大部分的人，你若讲我开过迄个重症开刀吼，一般人拢看袂出来，吼，因为大家讲哇，你啊额头发光，哦啊，讲话佫有力吼，这上要感谢上帝吼。那今年，因为我旧年是绕道嘛，我今年4月吼，阮迄个医生讲吼，你爱开啦，你爱佫一摆开刀吼，我要做啥？做心力不整，哦，心力不整。啊，因为我旧年是算讲心外就是讲心脏外科手术做了，因就转内科嘛，心脏内科吼，啊，伊就开始看，伊就一直来讲，讲哎呀，你无嘛等1年过吼，我讲可能1年后若来开刀，可能保险较有通领嘛吼，袂当共1年内底是，我毋知即款状况啦。其实我是来伊讲吼，身体等恢复较好咧，所以我有拖到今年个4月吼，搁入去，伊搁来安排入去也做开刀吼。即个是做心理啦，啊，其实心理不整的是兄弟姊妹，你讲开刀有或者危险性哦。其实我尾仔想的，无需绕道的开刀啦，因为绕道是为遮破开，吼，为遮破开，啊，心脏安怎处理我嘛毋知啦吼。毋过绕道是机械是插位心脏内底入去，但迄个神经讲是啦烧互死，我嘛毋知影啥物状况吼。毋过就是讲。兄弟姊妹，你会当考虑啦吼。如果你若有心律不整，我毋知影恁的，因为心律不整足侪种，有人食药，有人是装啥物马达是哦。吼，我无啥了解，啊，我的医生就是反正叫我建议一定爱开嘛。啊，我开我就是 OK 啊，好啊。但是有一个就讲爱前置作业啦吼。疫情中间我真费气啊，所以讲要开即个心律不整的吼，有一个前置作业就讲进前1工，你爱去做一个迄个。啥做亲自式的吼，亲自式的迄个检查，你心脏的周边有血块无？爱先来检查，你若无血块吼，较会当开刀。较会虽然伊甲你安排讲要住院啊，但是你即个动作若无成吼，你就袂当住院，袂当开刀吼。啊，迄个大家听着吼，因为讲一摆听，咱就是安尼吼，咱若毋是咱家己本身，若是咱是家属。咱拢袂紧张，你感觉也都无啥物。毋过你若是本人，也是家属，你就知影讲，其实即款的不管类一个若重大的病痛吼，拢其实拢足辛苦的吼。我迄个侵入式的手术吼，进前迄个检查吼，你去，伊来讲足简单啦，10通分啊。其实我感觉我可能倒伫倒20几分啦，伊去吼，就是吼，我先大家讲，后摆有机会，大家你有一个心理准备。因为什么心律不整的人真济吼，真济，伊就加一个迄个口腔，甲你加一个迄个物件吼，你去内底吼，伊用一支迄个管吼，真大颗，可能差不多遐大颗的管吼，撑入去内底，哇！伊也毋知咧看啥物，可能咧类似摄影镜啊啥物，因为要检查有血块无嘛。啊，所以讲伊甲你讲，你迄个物件加咧，你喙烂流出来，无要紧，你侧糖吼，啊，所以讲伫迄个所在，迄管是插入去，啊，插入去，佮细鳞拢佮带你揪出来，你也无麻醉啊，你无麻醉，你知道？所以讲伊迄个插落迄个侵入式，讲是讲10分钟，我看毋麻咧，因为我检查足详细，哇，迄个做前1工的检查吼，我感觉非常的辛苦，非常的辛苦啊，所以讲迄个就是先一个前置作业 ，OK， 吼，啊，你 PCR 若无问题吼。啊，你就会当就住院啊嘛，过2工就讲，哎，你检查就用咧简讯啊通知讲 OK， 你会当住院，我就入去住院，过2工我就开刀啊啦吼。其实开刀这交咱一般共款啦，入去无啥知啦，因为我敢若即届的手术交定一届佫无共款，就是讲去你倒伫遐吼，啊医生吼摕一把电线，哦，有够大把的啦吼，比咧插电脑佫较济大，那么我看，我才看了40-50条，因为吼。伊就开始入去，就3来烫2个，就开始一条一条连嘛。啊，我著看伊摕一把偌大把，你知无？啊，边仔拢电视荧幕啦吼。我做好奇的，咱也毋捌入去手术室嘛。啊，是我著看，哦，真的是设备，我们很难想象哦，那个手术啊，啊，足济啊，就开始要着力吼，看到这，啊，医生就讲，你慢慢啊呼吸无要紧啦。即届毋是交迄个，毋是交旧年迄个开刀，旧年迄个是入去吼。你啥物名？吼，有保防，啊，你可能安尼你就困去啊。啊，即届毋是吼，即届入去就讲，你慢慢啊呼吸吼，啊慢慢呼吸，啊你其实伫咧呼吸的时候，你就看讲哇，因伫咧用真正有够济电线吼，所以讲科技
真的是不是我们想象啊吼。啊，你搁过一阵仔，你就困去啊吼，搁起来了嘛是搁几点钟啊？嘛是搁7点钟啊。啊，你讲无肉体的病痛，用这款亲自式的，你嘛是搞一个7个多钟头啊？旧年迄个嘛是7、8点钟，今年真个嘛7、8点钟。不离个就是讲，我要甲咱兄弟姊妹讲的，这是一个手术的过程。伫我的个人内底，连续2年了，互我更加做学习着安怎顺服、谦卑。真正讲啊，顺服佮谦卑，佮真正吞忍。因为伫个中间，我发现讲，真正咱很无助啦吼。咱若入去到病嘛，咱很无助。毋过我有一个吼，会当讲，甲咱兄弟分享讲，其实我比较属于那种很单纯的信。牧师讲的迄个就讲信就好安尼。我很少去伫即2届的大手术中间，我很少去质疑讲医生，你要导我安怎处理。我大概全相信，然后就是伫这过程当中，透过祈祷，其实我拢毋知。我顶个见证我毋知有讲过无？我伫旧年迄个绕道手术的时爱签足一个单，你知无？我第一签迄个什么了？我来签讲吼，我不插管，你知道？哦，你知影迄医生和护士偌紧张，你知无？伊讲你为什么不插管？我说我不是所谓不插管，我要。因为你们就写一些这个东西，我要问答啊，我都要写不插管啦。我讲，我就打医生跟他甲打一个护理人员讲一句话，讲我所谓不插管，就是说，当你如果手术真的是失败，歹势你就莫打我插管啊，你就互我去安尼就好啊。哦，我讲我不是不插管，当然你一定要你手术的过程当中要插管啊，什么嘛？我是跟他讲说，如果你手术失败，你就不要给我插管了，就让我回去了。哦，因就较释怀，你知道？无伊当我看到我迄写来吼，他上传，因为即马足先进的吼，即马咧写迄个填迄个做切结书吼，毋是用纸写，因为要用电脑嘛，用手机啊写你就上传起去啊。我互你站的看到，哇，这个写不插管呢，这个事情就很严重的，走来去问啊，或几个来问安尼吼。所以伫这个信仰的，伫咱的手术的大手术的过程当中，很单纯，我就是讲，你今仔医生你若有疤。那么我就挖靠着你，因为我毋是干那挖靠着你呢，因为我阁挖靠着一个比你医生我高的，咱的上帝。我伫我的生命当中，我就是交伊行，当较行，交托伫上帝内底，所以我无惊吓。我毋是讲伫个咧即摆讲啊，咱存活，搁伫咧讲。事实上就是讲伫旧年甲今年内底2届内底，我发现讲，真正咱是足无助的，咱可能咱就干那个鸡啊，咱要抬安尼。你入去到迄个手术房内底，你有啥物通讲话机会吗？都上届一问你讲啥物名安尼尔，剩的你也毋知啊，对无？你若有请起来，算讲你福分嘛，上帝阁互你活命嘛。啊，你若无请起来，整个过程你也不知道。所以讲透过着旧年甲今年，互我真正的了解就是讲，伫咱的生命当中，今仔日咱有即款的信仰，兄弟姊妹，咱就是无惊吓，咱坦然的面对咱家己所面对的困境。但是呢，伫这中间，我要大咱鼓励咱兄弟姊妹，咱毋通讲真正等甲讲有代志的时，咱较安怎，较要追求咱的上帝。咱爱伫敢若讲伫顺境的时，咱嘛爱弃掉咱的上帝；伫逆境的时，咱更加爱倚靠咱的上帝。如果你若讲无要紧，像讲咱伫即摆疫情的中间，咱因为疫情，咱就伫迄个所在，互咱的聚会，互咱的各方面，咱有较消极一丝啦。当然这是避开疫情，咱无可厚非。毋过咱家己的信仰，咱家己个人，你交上帝的关系，爱建立安怎？建立真正直通，要直通到上帝那里。我凊彩有当时咱兄弟姊妹若捌交我讲过啦，我都捌讲吼，我讲安尼讲较歹势，我就牧师较歹势，我讲。今仔日咱毋是交游牧师建立关系吼，毋是交刘牧师建立关系，毋是交黄牧师建立关系，毋是讲我要交恁建立关系。我讲咱若伫咱的生命当中，伫咱的信仰内底，咱要建立关系的人是咱的主上帝，一定爱掠着咱的主上帝，互咱的生命较得救，互咱的生命伫困境的中间，咱较有信心，咱较有力量。
牧师、中职兄弟姊妹，拢会当成做咱的祝福，会当成做咱的帮衬，因为咱看会到。但是迄个看袂到的，圣经内底毋是讲吗？看袂到，咱伫迄个所在信，安怎？咱会得到的祝福，毋是搁较大吗？所以讲，我伫即两届的开导的过程当中，真正非常单纯的信心，就是说，你医生若讲啥物，我就相信你。但是呢，我不放弃寻求我们的主为我们来带领我们前面的路。所以我感谢上帝，互我有这个机会。虽然经过两届遐尔大的手术，但是我活甲真好势吼，我福建甲真好势。咱兄弟姊妹凊彩拢。主任也看到我，长老你安怎？你讲我看你看我安怎？我气色袂歹，搁恢复到原来的重量，减回都减袂落来吼，嘛无法度。所以讲就是这个所在，我要搁一届，咱鼓励咱，不管线顶的兄弟姊妹，也是咱现场，当然大家拢 OK。伫咱的生命当中，咱绝对毋通离开咱的上帝。无论安怎，无论搁较歹的情形，这个上帝的灵，就是伫每一个你信仰的所在。就是你每一个信仰，你每一个所在，拢会当甲咱的上帝建立关系。咱就是毋通离开咱的信仰，毋通离开咱的上帝。相信上帝会为咱预备，绝对是超出着咱所想所求的，超出着咱所想所求的。你用容忍即款的状况，对吧？要结婚的前几工，讲做迄个确诊，你敢知上帝要预备啥物？毋知啊，对无？咱的计划绝对。无法度啊，做改变，这种计划赶不上变化嘛。但是无要紧，有咱的上帝，我相信伊会为咱安排上介好的。所以讲一届搁一届伫这所在咧，叫咱大家来短分享我这2年内底受到上帝，互咱有这款好的活命，互我有这款的经历，互我更加伫我的生命当中，我更加的谦卑，更加来跟对咱的上帝。真正，我就是。互我会当深深感觉讲，我实在是咱的生命太渺小咧，咱无法度啥物通好夸口的。但是今仔上帝互咱的是会当伫这个所在，搁一届来高举主的名，大荣耀归于咱的主上帝。好来，好谢谢。咱听了拄拄啊，咱3位兄弟的见证了吼，咱有感觉讲，咱所信的。主是虾米款的主无？伊是安那？是这么大，这么大，有人比这么大，这么大哈。所以说，咱所信的主呢，伊是行信业的主。伫你无意中的时阵，伫你毋知影的时阵，伊就为你备办头前边态咯。我阿门吗？阿门哈。所以讲了，伊伫绝望中呢，伊就为咱享受咱迄个愿望，吼，咱真正是感谢咱所信的主。煞只呢，咱要为着咱教会的事工来代祷。咱先来读上帝的话，在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愿神与这人同在。凡剩下的人，无论寄居何处，那地的人要用金银财物牲畜帮助他。另外，也要为耶路撒冷神的殿甘心献上礼物。好，我们要为教会许许多多的事工来祷告。第一，就是为了我们信徒的灵命更新，能够稳定的单独会主，能够每天在家里建立自己跟神的那个关系。第二，要为各牧区的小组牧养事工，我们透过小组在牧养我们所有教会的弟兄姊妹们。但愿这样子的牧养能够将神的国度更加的彰显。第三，我们要同心合意建立基督的身体。唯有我们同心合意将基督的身体建立起来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在我们四周围的所有的人群当中来做见证。新会堂宣教中心验收及启用，我们知道33号2楼是我们的宣教中心，我们希望能够很顺利的来验收，
而且在我们10月30号的时候，能够很顺利的来使用。再来，要预备进入国中社团分享胡适领袖列车57周年庆献堂的礼拜。真的是很感谢神，再一次接受到学校这样子的邀请，我们要进入校园里面去服侍，然后我们自己的弟兄姐妹们的这个培训的工作，然后加上我们的庆典，都需要大家一起来努力。再来，我们要为11月份报名要受洗的弟兄姐妹们坚固他们的信心，愿我们代祷成为他们背后的力量。我们大家一起同声来祷告。耶稣，我们谢谢你，主真的是感谢你，求你使用教会的时候，也让我们教会的事工透过弟兄姐妹们的代祷，能够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虽然我们知道，在困难当中，我们仍然要不断的赞美你，因为你是赐下盼望的神。在那个疑惑，我们人力量这么渺小的时候，我们仍然要祷告，因为多祷告多有力量。主啊，谢谢你，求你再帮助我们，让我们整个教会的弟兄姐妹们，要透过每天稳定的、不断的跟神的交通，建立起那自己与神的关系。唯有这个关系建立的密切，建立的稳固，主啊，每一个人的灵命能够稳定的时候，就能够在彰显我们所居住的地方，彰显神的你的荣耀。主啊，谢谢你，求你透过教会小组长的牧养，各个牧区，他们都能够同心协力的将弟兄姐妹们的这个灵命呢，有再一次的翻转。主，谢谢你，因着借着这样子所建立起来的基督的身体是强壮的，是不容易跌倒的。主，谢谢你。特别我们要进入国中，主啊，求你预备这样服侍的人员，让他们彼此都能够我知道他们在今天也已经先进入到国中去，跟他们做一些事前的沟通接洽。主啊，真的是感谢你，让我们有这样的人力，让学校有这样的看见。主，谢谢你。主，我们也恳求你帮助教会的整个的庆典事工都能够很顺利。我们新的会堂要成为主你的福音的出口，再一次来让更多的我们所居住的这个桃园的居民都能够来认识神。主，谢谢你，求你让我们这样子的工作，在验收的过程当中，在启用的过程当中，在我们庆典一系列的活动当中，主啊，都你的恩典满满。主，谢谢你。主，我们真的是要恳求你，在我们即将到来的今年的最后一次的受洗的这些弟兄姐妹们的身上，主，你看见他们渴慕的心，你也要坚固他们，成为他们再一次的
在他们生命中的翻转。主，谢谢你，主啊，真的是求你保守这一切，让迦南教会成为荣耀的教会，成为荣耀你名的教会。主，我们要将一切都交托在你的手中。我们知道我们的渺小，但是主你不看轻。主，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来为领袖的拣选来祷告。我们一起来读圣经，上帝的话，在以斯拉记。于是犹大和便雅悯的族长、祭司、利未人，就是一切被神激动他心的人，都起来要上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华的殿。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可以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7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我们为以下3件事情祷告。第一个，为10月2号能顺利召开临时会员合会，并顺利选出合神心意的长职5名长老，执事8名。为2023年各事工部及委员会领袖安排代祷，也为2023年各牧区同工的拣选与委身来代祷。我们同心来祷告。感谢赞美你，我们将12月2号的长职选举，把临时和会交托在你的手中，愿主在这和会当中来掌权。主啊，呼召你的儿女更多的来出席和会，来关心教会的事工，也求主来掌管，在整个选举的过程当中，显明你的心意在迦南儿女的身上，让我们明白，主啊，那合神合你心意的忠心服侍的领袖是哪一些？主啊，让我们不是按着我们所喜欢的来选，不是选我们满意的，主啊，乃是选择能忠心服侍的人。主啊，求你预备2023年各部事工的领袖、各委员会、各牧区的同工。主啊，求你把愿意忠心委身在上帝的家，愿意委身在神国事工的人选召出来。主也求你赐给这些无论是现任长职是新任的长职，有一颗刚强壮胆的心，勇敢的跟随，勇敢的出来服侍，因为服侍是蒙福的开始。主啊，也求主与迦南的牧者团队同在，让牧者团队刚强壮胆，不是听人的声音，乃是听上帝的声音，带领迦南教会往前走。主啊，求你呼召可以忠心，与牧者齐心，与牧者同心，一起来服侍的人。主啊，愿所有的无论是现任的长职，是新任的领袖，一起同心合一，
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因为这是圣洁的，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如此服侍也是合神心意的。主啊，愿所有的同工可以彼此的同心，无论是在现在的在旧堂，在新堂，主啊，我们要一起齐心的来兴旺福音。主啊，圣灵啊，求你大大的兴起迦南教会，让更多的领袖一起来承接福音的责任。主啊，我们要一起努力的在中华路来兴起福音的新地标。主啊，愿我们高举圣灵，愿我们高举上帝的名，就吸引万民来跟随你。主啊，人人要涌进迦南教会来得着福音。主啊，当我们高举你的名的时候，主，我们愿你的名得荣耀，主，使我主的心意得以满足。谢谢主垂听你儿女齐心的呼求，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们一起站立，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主，他是行神迹的主。来守这个位。行神迹的神，绝望中施下盼望，瞎眼看见疾病都医治，在你没有不可能的事。你是行神迹的神，绝望中施下盼望，在你没有转动的婴儿，每个应许都是在阿门。所以我要欢呼，一遍一遍不停来欢呼，直到耶利哥的城墙一遍遍倒塌。所以我要相信，一遍一遍不停来宣告，直到每个的应许都完全成就。所以我要欢呼，一遍一遍不停来欢呼，直到耶利哥的城墙一遍遍倒塌。所以我要相信，一遍一遍不停来宣告，直到每个大的应许都完成成就。所以我要欢呼，一遍一遍不停来欢呼，直到耶利哥的城墙一遍遍倒塌。所以我要相信，一遍一遍不停来宣告，直到每个大的应许都完全成就。哈利路亚！我们要一起来祈求神，让这神迹奇事充满在我们的教会，充满在我们的家庭，充满在我们的身上。弟兄姐妹们，我们要一起来读上帝的话语一起来宣告主的话语，说：我曾寻求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救我脱离了一切的恐惧。凡仰望他的，便有光荣，他们的脸必不蒙羞。我这困苦人呼求，耶和华便垂听，救我脱离一切患难。弟兄姐妹，这是诗人他自己在这样的一个宣告凡仰望的必不蒙羞，凡寻求的必要脱困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特别是为这些弟兄姐妹我们来为他们来代求。我给我那个代祷的，我们特别为即将要结婚的这个那边可以帮我打吗？10月10号，我们有陈云如姐妹这我们的干事的，还有李正安弟兄那12月3号是张毅
还有黄秀英姐妹。12月10号我们荣恩那时候已经解禁了OK， 听说10月13号就要宣布了所以神有神的美意了那12月17号我们有王维，这个可以打吗？好，王维达还有杨玉欣姐妹，所以我们10月还有一场然后12月有连续3个礼拜感谢主赐福满满在这些年轻人，他们愿意组成的家庭愿神来赐福在他们的家庭赐福双方，特别有一些双方的家族是还没有信主的，我们相信透过这个礼拜让他们知道我们有在敬拜我们的最大的祖先那我们第二个要为了年老体弱的我们常常为他们来祝福特别是为林章弼、为谢山河、冰秀兰、赖中川，特别也为邱红长老洪英直长老娘，还有吴树立长老陈世新、吴淑月、杨阿筹、杨万成这几位年长者，还有一些的年长者，我们知道了，我们就为他们来祷告那另外也为癌症的这些弟兄姐妹，特别是我们为庆中弟兄他意外被酒驾的这个撞伤，然后过来再过几天礼拜五又要开刀再一次的开刀神透过患难困苦当中，就好像刚才我们的富春长老讲的，其实万事互相效力，要叫爱神的这样得益处我们可以在那当中去体验到神的同在，神的医治，神怎么样让我们在整个这样的一个寻求的过程当中那奇妙的作为，就让我们可以开口来为他做荣耀的见证我们也特别是为这些长期的病痛的弟兄姐妹，我们为这些可能在复健，在整个过程当中还有我们的这些弟兄姐妹，我们特别为他们来祷告那礼拜天我透过视讯在为陆胜长老他已经开好了，就是装那个心理调节器，在泰国的医院，我就用视讯为他来祷告那愿神来医治充满在他们当中那也为着家有失丧的弟兄姐妹特别是为明天晚上有安慰礼拜为着礼拜6我们希望这个家庭还有几个还没有信主还没有受洗我们恳求主来帮助透过这一段的过程当中，让他们深信神是他们的盼望，他们永生的主那我们也为着这个家庭继续能够走在神的道路里面。特别我们特别为了最近有一些，我们好像比较不会像第一年这样一个确诊我们就吓得要命现在4万多，我们就好像觉得还好啦感谢主那特别是刚才讲的这个孙任长老说，哎呦这个圣歌队怎么那么毒有10多个了我们不知道怎样，但是我们为他们祷告。那我深信说，感谢主，因为有这一些确诊完之后，10月30号他们一定可以来赞美敬拜神，不会受到影响，对不对？感谢主，因为万事都有神的美意了那我们也开口同声来祷告。特别我们这边我们这边为着我们的要结婚的还有年老体弱的弟兄姐妹，癌症的，好吧？我们然后这一些我们这边的为了病痛的、家有失丧的还有确诊的我们来开口同声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
主啊，你是我们主，你是我们神，你是我们医治者。你是在患难中及时的帮助，你是阮患难中及时的帮助，你是大医生。主啊，你知阮兄弟姊妹伫这劳苦病痛的中间，特别伫迄个需要手术爱等待手术。主啊，你医治的关联充满伫阮的兄弟姊妹中间。主啊，阮恳求你帮助，互因伫迄个患难困苦的中间无失志。愿你患难困苦的中间，随时当倚靠你，主你的信心来扶持因，来激励因，主啊帮助因。主啊，我也知影这青年要面对着组成一个新的家庭的这款的一个毋望。主啊，阮奉你的名恳求你来祝因、祝福因，互因新建立的家庭有上帝你的同在。也因为这个礼拜带来互这无信的家庭、这家族。因人看见上帝，你是迄个享受福气的主，你是迄个建立一个享受，互人透过家庭会当得到福气。也透过这青年人，因愿意伫主你面前来宣告，主你就伫这保守看顾，甲因相同在。主，阮为着阮的兄弟姊妹伫这个病痛的中间，主啊，伫这个失去亲人哀伤的中间，阮恳求你伫这来医治，恳求你伫这来安慰，恳求你伫这来扶持。阮也为着这有确诊的兄弟姊妹伫这段时间，阮恳求你来帮助因。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在患难的时候，我们可以寻求你；因为我们在缺乏的时候，我们可来呼求你；我们在不安的时候，因为你所赐的平安是胜过人所给我们的平安。所以我们感谢赞美你，特别是让这些年轻人，他们愿意在神面前建立一个新的家庭。他们即将走入这样的婚姻，主，你是他们的家庭的主，你是婚姻的主，主啊，你是赐给他们永恒的爱的主，主啊，让他们在建立一个新的家庭的过程当中，神你保守看顾，不是因为他们多能够彼此相爱，因为神先爱他们，所以他们才能够彼此相爱，也让他们所建立的家庭是蒙福的家庭，也是给他们有蒙福的后代。主，我们奉你名来到你的面前，特别为这些在病痛当中，特别是在面对癌症、面对这些医疗、面对复健、面对这些疗程的过程当中，我们没有办法体会他们的辛苦，只有神你知道，因为你查看他们的需要，也帮助他们能够在整个疗程的过后，他们的身心灵能够恢复整全。愿你来赐福，特别是为了这些在确诊的弟兄姐妹，他们能够在度过这个自我隔离的过程当中，神与他们同在，他们并不孤单。主，我们特别为了钟君成弟兄这个家庭，为了他的太太，为了他的3个孩子来祷告。主啊，求你透过这个礼拜，让他们看见神你是他们永恒的主，是他们赐下盼望的主，是他们得救的主。主啊，让他们能够经历到你丰盛的主。主啊，愿你在这样的一个失去哀伤的这样的过程当中，成为他们的帮助，成为他们的安慰，让他们的信心不致动摇，让我们弟兄姐妹的信心不致动摇，让我们来宣告：主，你是我们神，我们的好处就不在你以外。主啊，即使在面对人生的风浪、人生的困境当中，依然能够赐给我们坚定不移的信心。谢谢主，我们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你，将你的恩典、医治、盼望、平安赐给寻求你的人。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回应神哦。主赐给我不动摇的心事，海浪之中你伸出大手拉住我，就除去我心中所有的怀疑，旷野之中紧紧跟随主我主。海浪之中，我必不沉沦；旷野之中，我必不迷路。不对手，也不害怕，
不动摇，也不放弃，因我深信你应许不改变。困难之中，我仍然赞美；疑惑之中，我仍然祷告。心在水面的信息，刚强壮胆的前去，我的神必在前面为我征战。我的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相信，就必得着。我的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就必得着。海浪之中，我必不沉沦；旷野之中，我必不迷路。不退缩，也不害怕；不动摇，也不放弃，因我深信你应许不改变。困难之中，我仍然赞美；疑惑之中，我仍然祷告。心在水面的信心，刚强壮的前进，我的神必在前面为我征战。心在水面的信心，刚强壮胆的前进，我的神必在前面为我征战。我们拍手，将荣耀归给我们主。主啊，你赐给我们信心，不断的向前，刚强壮胆的向前，直到我们看见神你为我们所立定的这样的目标能够达成。谢谢主，谢谢主，今天晚上的敬拜，今天晚上的祈求，今天晚上我们的回应，愿你来悦纳，愿你来看顾，愿你来赐下你的恩典。谢谢主，也保守看顾我们要弟兄姐妹回家的路程，使你的平安与他们一同回到家里面。谢谢主，让我们今天晚上有好的睡眠，好的休息，让我们明天早上重新得力，让我们一天都充满神你满满的恩典。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姐妹彼此来祝福愿神的平安也与我们线上弟兄姐妹同在。